你啥咧创啥？我咧偷班仓啦！啊，你金鱼哥创啥？我咧偷班菜啦！啊，你头班仓甲头班菜是要创啥？因为偷班仓计好红，偷班菜计好晒啊！你的菜。娃娃 TV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头拄啊，我伫小剧场内底有讲到一句俗语，叫做“头班仓计好红，头班菜计好晒”。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伫咧元宵节的时阵，查某囡仔去甲人头班仓啊甲菜，就会当计好好的红晒。啊，其实这句俗语后壁，阁有一句“跳菜鼓娶好某”，菜鼓就是这啦。这句是用来讲查甫人的，就是在讲伫元宵节，查甫人若是去跳菜鼓，就会当娶到好某。大家敢有感觉好位怪怪？是安怎去头班藏菜甲跳菜鼓，就会当嫁娶到好的红婿某咧？我想啦，因为古早时的查某人较罕得会当出门，所以嘛无啥物机会会当去甲家己心爱的人见面约会。毋过伫元宵节即天，因为大家拢举古仔灯出去看灯花，所以查某囡仔就趁即个机会走去菜园，加做买头班菜，其实是要找看卖敢有好的查甫人。啊，查甫囡仔可能嘛知影即个时阵会有查某囡仔会来菜园偷班菜，所以查甫囡仔就加做伫菜园咧练身体，伫遐跳来跳去。查某囡仔看着就讲：哦，即颗袂歹哦，真勇敢，应该互我足幸福的，伫安尼甲我慢走啊！啊，其实伫菜园嘛，介方便，两个人会当顺续伫遐，嘿嘿。喂，我是讲约会啦，恁是毋是想为别位去啊？安尼毋通哦。好啊，大家敢有注意到我小剧场的最后是无甲菜摕走的？这是因为伫传统上，这菜就是袂使摕走的。若是摕走，就求无好姻缘啊。毋过我是想讲，这菜无摕走，应该是因为查甫甲查某两个人已经伫菜园内底互相看上目啊，两个人约会着袂赴啊，哪有迄个心过来管这个菜咧？所以当然嘛无摕走。而且查某囡仔的本意就毋是要来挽菜的，伊是要来找安那大的。好啦，我感觉我袂使阁继续讲落去啊，阁讲落去，这个影片就会变限制级的啊。所以咱今仔日介绍的俗语是：头班仓嫁好红，头班菜嫁好晒，跳菜鼓娶好某。大家学会晓啊好，元宵节会当试看卖哦。毋过若是去互警察掠去，莫怪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你别记我起赞，佮要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观众朋友嘛，别记我起只电话咧，快快比啊小铃铛，安尼他就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袂记你使会员制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